如果大家有機會嚟富國島玩啊，今次介紹嘅 Pullman Beach Resort 咧，絕對會係一個唔錯嘅住宿選擇嚟嘅。佢個地理位置咧係喺富國島嘅中部同埋南部之間嘅，而佢距離機場都好近啊，只需要10分鐘嘅車程。酒店咧仲會有提供呢個免費接駁巴士嘅服務添。今次咧我哋總共住3晚，而2個人每晚嘅房費咧係890蚊啊 ，CP 值係甚高啊！嚟到房間啊，佢哋主打一個舒適度假嘅休閒風啊，面積亦都非常之大，佢哋採光同埋呢個空間感亦都非常之充足，俾到我哋好舒服嘅感覺。成個廁所咧都係採用呢個開放式嘅設計嘅，而且係乾濕分離啦，整體係非常之乾淨企理嘅。而中意浸浴嘅朋友呢，呢個咁大嘅浴缸咧就啱晒你啦。隔籬仲有浴鹽提供啦，基本嘅配套例如 mini bar 啦、浴袍、夾萬、熨斗等等都一應俱全嘅。今次我哋只係咧揀咗園庭景嘅，喺我哋房望出去咧就會直接見到咧佢哋嘅泳池。佢哋另一個賣點咧就係配套同埋設施咧都非常之豐富嘅。先唔講呢個咧，好似學生上堂時間表咁多咁複雜嘅活動可以俾你選擇同埋玩之外咧，亦都可以超地喺泳池游下水，再行出去佢哋嘅沙灘範圍咧都已經非常之多姿多彩噶啦。無論咧你係想踢波啦、射箭、打籃球、沙灘排球，甚至乎迷你高爾夫球，一班 friend 或者帶小朋友嚟咧就啱晒啦。如果包含埋酒店早餐咧，佢哋嘅質素亦都相當唔錯嘅。食物種類嚟講咧，其實就正常一般啦，但佢哋成個自助餐嘅賣相啦、食物嘅味道同埋整潔度咧，絕對係滿意程度嘅。我係特別覺得佢哋嘅西式早餐咧非常之好食嘅。如果之後有機會嚟富國島玩嘅朋友咧，記得收藏呢間酒店啦。